福音正声。第一支6节代表期待甲盼望，上帝奥妙的计划。通过先知所讲，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收属咱。就安尼，救主耶稣伫2000年前来到世间。咱点着即支期待6节，是提醒咱。着记得上帝对人类的应允，伊的确亲自保守，会互伊实现。今仔日，咱犹原生活伫期待中，盼望基督耶稣搁再来的日子。三角来吟学了独一真神的诗，新圣诗第4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甲咱起立来吟全首。天下万国众人
邦即将冠冕，全地顺风，好塞天王，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全地好塞，清心天王，万主的主，万王的王，顶前富贵，无分地位，好塞上帝，阿罗拜跪，情人隆重，这声应声，以命尊贵，严加天皇，全地好塞，清心天王，万主的主，万王的王，主的公义永远不变，情人共情，无也无限，历代圣徒，天父人赞，主的功劳极伟大，全地好塞，清心天王，万主的主，万王的王。看咱游玩徛地，用书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书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时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早第二全能的地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各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较济，查到来交托新圣诗启文第62篇，腓立比书第2章，现着我来刻，让兄弟来印。启文第62篇。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浮盈。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倒摒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做声一切的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
鸟花上帝啊，你是伟大搁通敬畏的上帝，你是独一真实、赏赐活命的上帝。你的目睭看顾敬畏你的人，你也眷顾仰望你慈爱的人。你要救阮的性命脱离罪恶的陷阱，保守阮伫患难、危急、病痛的当中来经历你的拯救。阮真是感谢你。你阁是阮的盾牌，是阮的拯救者、避难所。阮的心神全无听候你，知影你的确会保守看顾，阮就袂惊吓。靠着主，通行过生命当中一摆搁一摆的风影，因为在伫你有招庇的恩典，你会行做盘过，伫阮一切所求所想的。阮感谢你，阮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求你即时赦免阮的罪，甲阮的辜负，侪侪不义。阮若是对兄弟姊妹有啥冤恨的，阮也要认罪，求主饶赦。阮要更加疼阮的兄弟姊妹，用温慈相款待。阮也要甲主做伙同工。为着真道征战迄个美好的征战，轻条永远活。不瞒伫阮众兄弟姊妹的努力下面，阮的教会会持守强调上帝的话语，甲操练祈祷。对兄弟是用听、接纳、甲饶赦，彼此真心来交陪。伫敬拜当中，阮要用谨慎的态度，无懒散。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你，不只是到位，更是超过。因为上帝你是值得上好的敬拜，阮要经历着上帝的同在，对上帝表达阮深深的疼。不瞒阮每一个人，拢对上帝的话语以及人命的成长有渴慕，并且使用阮个人的见证来引带人来教会。甘心乐意奉献个人的恩赐来互主使用，无论大项小事，因为人若是有愿做的心，就得到主的欢喜接纳。恳求上帝做阮每一个人的大牧者，互阮的心灵无有欠缺，会当安歇伫主青翠的草坡顶、溪水边，伫阮也未找到一位牧者来牧养阮的期间，侪侪兄弟姊妹心灵需要主的疼甲帮赞，身体疼痛嘛真需要身边兄弟的关心。求主保守阮无有失去信心，对主的引带甲保守，阮要的确有大愿望。愿主保守阮教会兄弟甲正中一同工的身体健康，坚固阮每一个人的心灵勇健，生命不断提升。阮伫遮献上虔诚的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主听阮祈祷。正乐队要用自水的册。
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31甲46节，台语汉译本第32页甲33页。现在若显着，我要用台语汉译本来读马太福音25章第31节。当人子伫伊的荣光甲隆重的天使来的时，伊要坐伊的荣光的座位，出一万邦伫伊的面前，伊就要分别因，亲像牧者分别绵羊离开山羊，将绵羊下伫伊的正边，山羊下伫伊的倒边。迄时王要甲正边的讲：恁对我的爸得到恩典的，进前来成这国，就是对创造世间以来，甲恁陪伴的。因为我枵恁捌互我食，我喙焦恁捌互我啉，我出外恁互我住，我褪腹体恁互我穿，我破病恁看顾我，我伫家呢恁来找我。迄时义人要应伊讲：主啊，阮什么时看见你枵来互你食，喙焦来互你啉？什么时看见你出外来互你住，褪腹体来互你穿？什么时看见你破病，也是伫家呢来找你？王要应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惊伊伫我的兄弟姊妹细个的一个，就是惊伊伫我。搁要甲倒边的讲：恁受咒诅的，就离开我，入永远的火，就是为着魔鬼甲伊遮的使者所备办的。因为我枵恁毋捌互我食，我喙焦恁毋捌互我啉，我出外恁毋捌互我住，我褪腹体恁毋捌互我穿，我破病甲伫家呢恁毋捌看顾我。因也要应讲：主啊，阮什么时看见你枵，也是喙焦，也是出外，也是褪腹体，也是破病，也是伫家呢来无服侍你啊？伊就要甲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无惊伊伫遮的姊妹细的一个，就是无惊伊伫我。遮个人要去入永远的刑罚，若是义的人入永远活。现在，我心偏向来遵从，我心紧张对你讲，只牵我的主。现在，我心偏向来遵从，我心紧张对你讲，只牵我的主。今仔日，林家芬牧师要正道的信息是：用疼惊伊离基督。弟兄姊妹平安，大先请用心来祈祷。上主何定感恩，何定感谢，阮会当能够在即摆来到你主的圣殿来了你主你。主阮知，这是你予阮的福分甲恩典。当阮人来到你面前的时阵，求你予阮更较谦卑的心来依靠你。当阮心软弱，或者是有阮家己操烦的时
毋知影咱即礼拜有去到伫大卖场，或者是好事多。但是你去好事多，你应该会发现一个真奇怪的现象。前几工仔我的朋友去好事多倒来了后，伊的网络朋友就开始讲奇怪，好事多哪遐尼济人着？但是咱有去逛好事多，你应该会知影，最近好事多是伊的一个真重要的节日。迄个节日叫做黑五日，黑色星期五购物日。为啥有这个节日？伫咱顶礼拜咱的过感恩节，其实对美国人来讲，感恩节是一个真重要的节日。伊透过感恩节，嘛咧孝养因过去真侪移民去到伫美国大陆迄个西藏的历史。真侪人咧过感恩节是，毋过迄阵时感恩节嘛已经变调吼，安怎变调？已经开始变成折扣大季节啊！是顶礼拜咱已经过了感恩节，感恩节过了后呢，头拄我掀起着咱教会的周报，看见后壁有真侪感恩节的福气。是感恩节已经过了后啊，现主是。因咱是毋是永远带着感恩的心、感恩的心志来做这场礼拜？感恩节已经过了后啊，毋过你拢知影，第一个感恩节过了后，真侪天了后，这感恩节嘛变调了。第一感恩节了后，当这移民会迁到到西岸，哪来哪济？真侪人开始袂去煮早餐，为虾米要过第一个感恩节？就好像像因袂去煮，特别是爱去人袂去煮，约束对因的房产相反。这个新移民会迁到到去到伫美国大陆了后，因开始渐渐生活，哪来哪济，渐渐有家己的生活，然后就袂去煮，才会。美国大陆才会关注伊对因的房产，才会迁到路开始抢夺这印第安的人的形象，而且是土地开始不断地扩展因的一面土地，像是对原住民开始采取白村台因的作业，因毋单单是开始遮个原住民啊惊，甚至将因卖掉，真做是一个奴隶。这就是为虾米有真济美国的原住民，因无愿意过感恩节，因无愿意，因讲这个感恩节其实是间谍屠杀的经历。当这个迁到到开始做这个代志的时阵，因甚至伫咧因的信用证明合理，讲我已经读起已教导甲这野蛮的原住民啊。因用庆祝、用感恩，搁再一摆来过因家己的感恩节。你到今仔日，有真侪原住民无爱，因无愿意庆祝，因为因知这感恩毋是真正感恩，这感恩是建立伫咧屠杀、伫抢夺的过程。是啊，感恩节已经过了后，是毋是咱？好亲像遮个迁到路共款，开始袂去食，而且是咱对伫教会的节期是当礼拜是感恩节，庆祝感恩节，我着过感恩节。接下来，咱要进入到伫个海港节，就是海港节的名。咱着袂去煮，为虾米来感恩啊？当咱讲起着感恩的时阵，有真侪会基督徒可能会讲啥？我感谢是因为上帝予我。咱真侪时阵是靠伫咱的物质顶面，有人会变成讲上主予我有厝通好住，感
讲，当我看捌的时阵，你互我钱；当我枵的时阵，你互我食；当我喙大的时阵，你互我啉。然后对倒边讲，当我看捌的时阵，你无互我钱；当我枵的时阵，你无互我食；当我坐伫家己的时阵，你无来看我。这两边，当来到伫经济内面，拢是牧者所牧的羊群。意思就是讲，啥个拢是牧者所牧的羊群，代表伊是军队讲羊人。总是为虾米军队共一个讲羊人，却有无相反的一个结果？咱可能会讲，即段经济敢是咧甲咱讲爱做好代志，爱好的行为？总是伊甲咱讲的是，上主其实拢知咱的心思意念，就算咱军队伊的骹步，伊永远知咱的心思意念。面对伊最后审判的时阵，咱总是爱徛伫上主的面前，然后分辨出来，伊的正面，伊的倒面。透过今仔日的经济，咱搁再一点来思考。咱是伫基督的内面看见人的需要，咱是伫基督的内面看见人的需要。伫旧约圣经摩西捌讲过，上主的特质，或者是讲上主的本质是啥物？是怜悯，是疼痛，是公义。伫申命记第10章18到19节安尼讲，伊讲，伊为着孤儿甲寡妇判断，搁疼出我人，互伊食清，所以你着疼出我人，因为你也捌出我儿埃及地。然后，搁吩咐以色列人讲，伫每一当夜间出产的时，就是产妇所出的10分爱抽1分出来，出外人或者是孤儿寡妇，点伫你门内的，拢通会当食，拢会当食着饱。这是伫申命记的14章22、29、29节。上主搁教导以色列人讲，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守住你的地，若伫你的城门内，你的兄弟有一个送香人，甲你相甲伫咧，就毋通对你送香的兄弟硬你的心，牵你的手，的确对伊放开你的眼，的确对伊开你的手，照伊所欠因的照伊，补伊的无够。伫旧约圣经内面，咱一直咧讲，啥物是照顾，啥物是公义，啥物是怜悯。上帝一直咧照顾有需要的人。上帝讲，10分内面抽1分，然后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上主照着摩西律法咧教导以色列人，看见人的需要，帮助遮的人。就好像咱今仔日经节内面所讲的，你敢有看见迄个智美色的兄弟伊的需要咧？这智美色的兄弟，或者是姊妹，一定人咧讲是无算做啥物的难题。毋过，伫上主的眼中，却是遐尔啊重要。上主无将伊弃散，上主甚至为因留10分内面的1分，互伊当过活，会当食着饱。伫旧约，上主透过律法来照顾帮助遮人。伫新约，咱嘛永远看见，咱的上主，咱耶稣是甲送养人徛做伙，是甲遮有病需要医治的人徛做伙，是甲遮的人边缘人徛做伙。是啊，当基督的疼已经临到着咱，当咱咧过感恩节，或者是咧过大感节的时阵，咱敢知影基督的疼已经进到伫咱的心内，已经救赎咱的性命。毋过，
一句真叮当。伊问我讲，嘉轩姐，为虾米上主创造安尼的我的？然后我甲伊讲，你着爱看见上主所创造的迄个你是偌尔啊水，偌尔啊特别。当我甲学生咧讲起着因信仰的福音的时阵，其实我是不茫学生会当看见因的信仰里有耶稣。每一个人信仰里拢有耶稣，就算伫个记忆上兄弟，或者是姊妹顶面，嘛有缘有耶稣。耶稣伫家落，耶稣伫咱的信仰，耶稣伫家落，耶稣伫咱坐伫咱边的兄弟姊妹的信仰，耶稣伫家落，耶稣真有可能是伫个行路坐伫遐咧乞讨迄个节用的信仰。耶稣伫家落，主我爱咱看见，了后视而不见。上主爱咱去关心，去关怀，去照顾，去对伊的信仰里看见耶稣。过来，什么是听的行动呢？听的行动就是用祈祷来听去服侍赐以色的兄弟。服侍耶稣问，一定爱做真大的代志。反正是用祈祷的听去服侍人，服侍赐以色家己。现今，咱的社会才是咱的教会，有真侪基督徒是要为主做大事，为主做大代志。啥物是大的代志的？比如讲，伫教会会当推行相款的策略，然后追求人数的增加，毋茫咱即个教会咱成做大间的教会，或者是做大代志，毋茫真正会当发生。祈祷圣神会当互病得到医治。啥物是大代志？有一届我学生的聚会，迄届的聚会，我毋茫学生会当讲起着因信仰内面对上帝的感谢，短短的见证3分钟、2分钟拢好。学生甲我讲，我毋知要安怎做见证。我甲伊讲，你真趣味哦，无你感觉见证是啥物？伊讲，见证就是应该有发生真大的代志了后，上主解决，或者是帮赞，我才会当做见证。我听了我甲伊讲，所以咱就爱出去外口，拄着车祸，去互伊弄着，然后带病医，上主才甲你医治，你才会当做见证吗？学生讲，安尼我怪。是啊，我讲啥物是见证？见证是会通因为你伫今仔日帮助一个人，得到一个微笑而做见证。见证会通是你甲家己的关系和好了后，你因来做感谢见证。见证会当真简单，毋过这个平凡又简单的见证，其实就是上主爱咱做的大代志。上主爱咱做的大代志，毋是教会的人数增长，毋是新
有人破病，咱看无伊；有人坐家呢，咱去看伊。也说，转来看即段经节，正面甲倒面的分别就是因有罪，甲因无罪。毋过真趣味的是，罪人讲我当时做过遮个代志的，无罪的人问上主讲我当时无罪的。伫伊的年纪内面，伊拢毋知影伊捌做过遮个代志，或者是伊已经忽略因应该爱做的代志。食、穿、啉、穿衫、看、探访，就是遐尔简单，简单到咱时常会忽略伊。我是一个真无爱啉水的人，毋过我拢常常提醒我家己爱啉温水。毋过你敢知影有一摆，我将3000cc 的水壶放伫我的册房内面，我想讲我今仔日一定爱家己啉掉。过一礼拜了，伊有水放伫遐。我喊你啉水，我真正喊你啉水，我500cc 可以喝2天。食、穿、用，一个眼神，一个探访，一个关心，就好亲像咱生活中遐尼自然的代志，毋过咱会忽略。我知影我应该啉水，我忽略伊。我知影我爱去关心，毋过咱常常忽略伊。就好亲像正面的药甲倒面的药共款，因毋知，因忽略，甚至因无感觉到，因有做，或者是因无做。上主甲咱讲，食、穿、用是遮尔平凡、遮尔自然，伫咱生活中所欠缺代志。毋过，咱若无实际去看伊，咱若无注意遮个代志，咱真有可能就忽略，然后咱就无法度将遮个咱会通做的福事，做伫至于世兄弟的心中。最后说伫40节安尼讲，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惊伊，我兄弟至于世一个就是惊伊伫我。主直接讲，有人惊恁，或者是伫兄弟中间上较至于世一个，就是惊伫主的心上。主要说本身将伊家己的受苦甲人的需要，放伫个共一边，放做伙。伊毋望伊的受苦会当成做是怜悯的开始，会当成做是帮助的开始。汉之外，最后说已经伫遮真清楚讲起着伊对人的怜悯，就好像像主怜悯咱共款。伊嘛爱咱去怜悯人，怜悯是上主的本质。诗篇第116篇第50安尼讲：耶和华有温柔公义，阮的上帝有慈悲。咱是上帝的囝儿，咱嘛亲像上主共款，有即款的本质，有怜悯的本质，有公义的本质。毋过，咱敢有看见？咱敢有去行出？咱敢有行伫至于世兄弟顶面的？咱感谢，咱感恩，无搁再是伫个嘴尔尔，是咱成做行动，行伫至于世兄弟心中。后来，当咱咧看即段经节的时阵，真侪人会陷落伫个一个真大的疑惑内面，就是，所以审判就是内面讲爱去做，这好亲像甲咱所讲的因性亲做，因性亲做义的迄个咱的教导是无相像的。毋过其实内面毋是咧甲咱讲，有好的行为，就会咱得到永远无爱心的东西。伫马太福音内面，上主用山羊绵羊讲即个比喻，为虾米主对待羊群有遐尼
借着行为来得到救，毋是。人若是真正靠行为得到救，这人就永远无可能有盼望。咱人得到救，是因为因信称做义。总是一个人真正的信心会反映、会表现伫伊的行为顶面，无论济少，无论济少，咱的信仰拢会反映出咱亲像过去落海咱过的生活，会显现咱内面对上主的迄个信靠，甚至会表现出来你是毋是上主的迄个听。圣经来讲，因信称做义，总是嘛甲伊讲，咱的信心若是无有好的行为，伊就是死的。行为为虾米遐尼重要？有时咱会真矛盾，到底是只要有信就好啊，毋免行为，或者是只要有行为，毋免信。其实信心甲行为是相做伙。当你若是有信心的时阵，你的行为会行出迄个信心的脚迹。圣经讲因信称做义，嘛讲信心若是无行为是死的。行为虽然真重要，总是咱毋是因为行为会当成做义啦。咱是因为信耶稣会得到永远活的性命，咱是因为信耶稣，所以上帝甲咱称做义。信心甲行为好亲像树甲果子的关系。一丛树仔甲果子的关系，真正信心有好的行为，就好亲像一丛好的树仔会结出好的果子。兄姊妹，咱毋是借着行为来行善事，或者是得到救，咱是伫咱的性命内面行出迄个因信称义的信心。咱是伫咱的性命内面去行出迄个因信称义的听甲行为。真正的信心，毋敢若是咱头脑所念的迄个许多圣经里面，真正的信心是会当行出来的。主耶稣讲，腰互伊食，喙焦互伊啉，诚多出外的人，咱接待伊，因烫捌体，咱互伊穿，伊半杯，伊伫家己，咱去探访伊。虽然咱咧看，这拢是好的行为，毋过雅各书的2章14节到17节安尼讲，我的兄弟啊，人讲有信也无行，有啥物意义呢？这好信会救伊吗？若是兄弟，也是姊妹，无通穿，无通食，恁中间有人甲因讲，通安尼去，愿恁穿烧食饱，也竟然无用身躯所欠因的互因，有啥物意义呢？安尼信无行，就家己是死的。信若是无行，这个信是死的。咱的信命必须爱行出咱的信仰内面的迄个因信称做义。伫基督的听内面，咱的信命必须爱行出迄个因信称做义的迄个信心，毋单单是伫咱的信命，嘛行伫有需要的人中间，嘛行伫基督的听内面。有兄弟姊妹，当咱讲遐尼济，我倒转来问家己，当咱来到伫主的面前的时阵，咱是正面的样啊，或者是倒面的样啊呢？咱敢有看见伫个智比世的兄弟心上的需要？咱敢有行伫智比世兄弟的心上来帮助
真正理解到感恩的意义、恩典的意义了后，互咱会当活出这个恩典，互咱会当行入到底有需要的人的生命中间，将基督的疼行出来，行伫咱的生命，也行伫人的生命，也行伫主的疼的恩典内面。咱做伙来祈祷。天父的天父，我感谢你，我的得救是因为你的恩典，也是照着相信，毋是出于我家己的。这是主你所赏赐的。上主，当我会当相信，是因为你先疼我。我的疼是对你来的，恳求你，互我有够强的信心。通伫阮的生命内面去行出你的疼，互阮会当表现伫阮的生命、阮的行为顶面，互阮会当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去活出迄个因信称义的生命。愿阮众人有彼此相疼的心，互阮的相疼毋单单是伫言语，伫阮的喙齿顶面，也嘛伫阮的行为。伫阮的身心里面，互阮彼此相疼的心，众人都安尼认出是，阮是你的学生，然后将这个荣光搁再一摆归互你。愿咱祈祷感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因回应的诗，新圣诗546首。天父，我在一生供应，请咱起立吟全首。天父。因为
坐，下面书宪，请罗毅技师甲慈惠技师。咱掀开周报第3面，本周的金句，我读一遍，大家煞只读2遍。王要应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惊伊，伫我的兄弟姊妹细个的一个，就是惊伊伫我。马太福音25章40节。王要应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惊伊，伫我的兄弟姊妹细个的一个，就是惊伊伫我。马太福音25章40节。王要应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惊伊，伫我的兄弟姊妹细个的一个，就是惊伊伫我。马太福音25章40节。周报第3面，才有本周的聚会表以及礼拜的事奉表。请咱兄弟弟来看。周报的第4面，本会消息。今仔日是大港节第1主日，鼓励咱的兄弟嘛会当伫家己的厝内底进行这个兄子耶稣降生的圣诞布置，做伙来点到这个感恩甲大港节的蜡烛。真感谢台中大专中心嘉芬牧师来到咱的当中主领礼拜甲讲道，多谢伊的辛劳。下主日，咱是大港节第2主日，是邀请到王武聪牧师来甲咱主领礼拜，由兄弟团契来做这个会前的点导。第3点，今仔日礼拜了后有爱餐，
感谢陈木生长老伊的准备，请称赞小组来为咱来食饭了的休息，愿主赐福因。第四点，今仔日主日爱餐了后，进行咱礼拜堂圣诞的布置，由社青团契来负责。欢迎大家做伙来斗相共。第五点，伫今年的圣诞节的布置有创新的这个想法，然后咱有这个新的圣诞树的看板，欢迎兄弟咱家己来摕这个圣诞的卡片，甲你的这个祈祷感想对主的感恩也是心声写伫这个卡片的顶面，来布置伫这个圣诞树的面顶第六点，咱教会有要替大家来买这个圣诞歌就是你另外要买绿豆黄大盒这个是35块，盐雪糕、盐梅糕、绿豆糕，每一盒是20块。兄弟若是要买，请到办公室登记，到12月10号截止。第七点，咱小提琴的初阶班，对即时拢就开始来接受报名。上课的时间是每礼拜二暗时6点半到7点半，欢迎咱兄弟想要学小提琴的紧来报名，伫12月26日要来开课，请按时来报名。目前有2位已经报名。迄个月圆姐，你敢报名？你讲你有兴趣？第八点11月29拜三祈祷会，咱邀请这个良善小组甲称赞小组的小组长，甲咱的小组员来参加祈祷会。第9点，请咱各行政单位甲团契伫12月17日进行将后一季的服侍人员轮值表甲聚会表交予行政干事来编排行事历。第10点，咱行政干事安琪伫即礼拜二请休年假请咱兄弟致周报的第5面团契甲小组的消息。第1点，咱主日伫爱餐了后，伫各班的教室有要做这个手工艺的创作课程，伊的作品要用做因的圣诞节的装塔欢迎家长来参加。第2，双年团契今仔日爱餐了后聚会，11点40分伫1楼副堂，由陈淑霞姊妹主理生活分享，请客友踊跃参加。第双年团契伫12月15日，嘛有伫这个头港城参加中会双年部的活动即届真恭喜这个泽夫兄、邱云姐因结婚55周年，王明玲长老甲丽珍老师结婚50周年，感谢主再来第3点甲第4点社青团契甲青少年团契邀请恁兄弟来客友来要来布置咱的教会，伫礼拜了后11点40分伫交易厅要来做说明。第5点甲第6点，请咱家己看第7点，妇女团契后礼拜12月初3拜日上午11点半，伫爱乐酒店舞泉馆，就是咱教会后壁这个举办年末聚餐，每一个人是100块，请客友顺应即事来报名。迄天家己自行前往。周报的第6面，咱具体关怀甲会友的消息咱下面就为着即礼拜有第2次月考为着遮个国高中生，咱为因祈祷嘛继续咱为着身体欠安病痛的兄弟来祷，以及为着咱聘请牧师的代志，咱嘛继续来听候祈祷。
酒保的第7面，才有告解的消息。第八面有顶州港运节的奉献报告。伫遮做报告若是有错误的，请林主座长老来反映。酒保在1面有咱顶个月的收支汇报表，请咱兄弟家己注意啦。好，下面咱来欢迎今仔日的新朋友有一位洪明煌兄弟伊是对台北永光长老教会来到附近欢迎伊，好，请坐好，咱即时咱来祈祷咱来为着咱的家己甲咱的具体的需要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你是顾守阮、搁医治阮的上帝，求你安慰阮每一个人，医好阮的伤心甲郁卒，透放阮的心灵，行出创伤甲劳苦愁烦的家牢。求主纪念怜悯阮每一个人，阮是你所圣别的囝儿甲器具，求主纪念。也求主怜悯阮的亲人、家庭，将阮的家庭仰望伫主的圣手当中。求主赐下阮人所想袂到的平安伫阮当中。求主你做医治、看顾、保守甲安慰的工作。主啊，恳求你安慰陈家圣长老、林慧珍姐、陈敏琪姐的家族亲人。甲因同在，安慰因，也求主看顾阮当中年岁大、辛苦病痛的兄弟，你使因有够用的稳定，有完善的医疗甲亲人的照顾，每一工有好好啊运动做复健，希望因会当恢复起来。阮也为着教会主题，即礼拜有第2摆的月考，求主你赏赐因有智慧、有精神，甲充足的准备，得胜的主要甲因同在。阮也为着阮教会圣诞节的时间甲筹备的同工祈祷，全教会自参贵人执事报佳音探访罗金池长老，教会布置社青团契，赞美礼拜圣歌队。拢会当顺利为主备办，搁为着阮兄弟会当积极来邀请亲朋好友，也是社区的人，希望社区的人会当接任阮的教会。重要的是求主继续带领阮教会的遍幕的工作，求主带领伊有温顺、有智慧、甲忠心、疼心来牧养阮。互主的荣耀伫独行的社区彰显，阮将这的恳求拢摆列伫主的面前，求主施恩怜悯成全，祈祷恳求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咱做伙来吟，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彼此请安，请咱起立。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
请咱游园徛地来吟上行的诗，神圣诗387首，迎光白献白上帝。迎光归献白上帝。 在地地现在地地，从来也永远地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撒迦利亚是上主的属口，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地上帝创造的巧合，以及圣神的相通、安慰、引带，甲咱正下的姊妹三个天地，为即时为到万世代无尽。阿门。 这请坐，别倒。